星期五嗰陣時咧，我去睇咗《鹹戰1994》。作為《鹹戰》系列嘅前傳，其中嘅演員陣容係非常之強大嘅，唔單止係有潛在嘅梁家輝、周潤發、郭富城，仲有新生代嘅劉俊謙、吳慷仁、王丹妮、廖子妤、賀啟華，仲有頂流男團 Mirror 同 Arrow 嘅成員都有份出現，好多熟悉嘅面孔都係有出現，俾足人驚喜感，好似吳彥祖、古天樂、鄭則仕、張伯倫、莫文蔚、葉童、元彪，哇！真係見到嗰啲人講到親切得不得了。每一個人呢，背後都有一條勢力啊！今次電影嘅時間線呢，係30年前嘅香港主權移交前夕，一場有錢人嘅綁架案，引發咗四方勢力嘅對於香港話事權嘅爭奪。每一個人背後所代表嘅立場同埋勢力都唔一樣，喺戲劇上嘅表現呢，就更加顯得火花四射。鹹戰系列代表性嘅文戲武拍，就係嗌交氣氛啊！喺鹹戰1994更加係成為四波人嘅利益衝突。相信不少人對於四波人喺警局嗰場戲印象好深刻，但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印象最深刻嘅就係謝君豪飾演嘅富豪潘俊亨同埋吳彥祖飾演嘅蔡燕琪喺教堂入邊嘅對話。一方以為有咗談條件嘅資本，而另一方就話我哋兩個從來都唔係平起平坐。謝君豪真係將一個當家演活咗，而吳彥祖嘅神情咧都同鹹戰2老練嘅蔡燕琪非常之相似，呢一場戲非常之精彩。正如周潤發飾演嘅簡大將喺片中所講嘅，當年當日，真正係今時今日。有啲歷史嘅底操呢，30年之後依然係回響。走出戲院，我只希望香港未來不會再有非常時期，亦都唔使需要非常方法。鹹戰1994係英國演員上映，喺英國睇鹹戰1994真係有一種好唔同嘅感覺。期待鹹戰1995亦都可以早啲嚟。